為什麼？我們嘅原因去開刀嘅。記得就得，叫比如我寫一個故事，這個有個農村，一個新家丁，這個這個牆壁頂部經常就有一鑼鼓，這個聲鏡，伊個聲鏡來本來就有一個的上帝愛世人，樂相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是上帝，必得永生。將來會去入天堂咯，永生無免死。我就去寫個故事啦，這個家庭成立也無必有農民入去禮拜，但是後來呢，佢這個聲鏡啲鑼鼓會看嚟，我逼我去北落去，伊落去，佢個人我逼我去落去，永生嘅永嘢，一個月摸去，比較嘅水。那個生意下一個摸，比較係烏字，比較水我就即係每朝咧做農民起下辣椒，介入咗禮拜，點解做禮拜啦？呢個農民可能水烏，我就佢寫一篇歌，改食得啦，睇起來上帝保佑水烏動搖。哦，你寫這個咩？哦，你每朝可能開刀嘅。所以我就咁啊，去開刀嘅。開刀嘅時候我15歲嘛，隔幾個時候就造成我去北嘅學校就冇畢業，就走去屈術讀，我讀咗個碩士，3年就開本讀1年，一個3點讀到6點，畢業之後呢，甲人法政大學我去開派新聞學系，我就走去報名，伊個老師就講我哋法政大學咧入嚟就讀毛8，哦，毛8，嗰陣時個就同學，伊就讀毛3、毛6，我就讀毛7、毛8，叫做預科，大學嘅預科。所以呢，我去報名嘅時候，伊就講我哋伊當大學小學生就毛8，但是呢個讀新聞學系呢，因為我佢會大家開，所以有一個通用嘅方法，就是如果你曝光嘅總編輯，伊願意給你寫一條證明來，等你嘅程度達到毛8，伊可以收啊。我20歲咯，已經到曝光做頭年做記者，就幫曝光嘅總編輯給我寫一條證明。